自2024年8月初2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戒骄戒色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历代志上卷19章第1节到20章第8节。后来，阿文人的王那哈死，伊的囝哈伦续接伊做王。大比讲，我要好款待哈伦，因为伊的老爸那哈以前好款待我。大比因为哈伦的老爸死，就找使者去甲伊安慰。大比的人神到阿文人的境内见哈伦，要慰问伊。毋过，阿文人的领袖对哈伦讲：大比派人来慰问你。你想讲伊真正尊敬你的老爸哦？伊的部下来见你，敢毋是要详细侦探即个城，看要安怎甲咱征服？哈伦就掠大比的人神，甲因的喙手剃起来，佮剪断因的衫的下半截，互因露出下体，然后赶因倒去。有人将这人所拄到的对大比报告，大比就派人去接因，因为因感觉非常见笑。王讲：留点夜里过，听候喙手发长才倒来。阿文人知因惹大比生气，哈伦甲阿文人就派人带34000公军的军去米索不达米亚、叙利亚、马加、索巴，请战车甲马兵。因请32000台的战车以及马加王甲伊的军兵，因就来扎营伫米利巴的头前。阿文人嘛对因的城出来，自执要交战。大比听见，就派约押带所有勇猛的军队出去。阿文人出来伫城门的头前排阵，其他遐个王另外伫野地排阵。约押看见伊的前后拢有对着排阵，就对以色列精兵的中间，搁再拣一寡勇士出来。排阵要抵着叙利亚人。约押将其他的兵士交伫伊的小弟阿比斯，因就面对阿文人排阵。约押对阿比斯讲：叙利亚人若比我较强，你着来帮助我；阿文人若比你较强，我会去帮助你。着坚强。着为咱的同胞甲咱上帝的城勇敢出战，上主会照伊看做好的去做。约押带伊的军队进前甲叙利亚人交战，叙利亚人战败，就伫约押的面前逃走。阿文人看到叙利亚人逃走，嘛伫约押的小弟阿比斯面前逃走入城。约押就倒转去耶路撒冷。叙利亚人看到家己杀死以色列人，就派使者去幼发拉底河迄边调叙利亚的军队来。合大底下的将军索巴带军队来。有人报告大比王，伊就调集以色列全军过约旦河，面对叙利亚人排阵。叙利亚人就甲大比交战。叙利亚人杀死以色列人，大比杀死叙利亚的战车兵7000人，步兵4万，佮杀死叙利亚的将军索法。合大底下的人神看到因杀死以色列人，就甲大比讲和，归顺伊。对安尼，叙利亚人无搁帮赞阿文人。过年春天，
列王出战的时，约押带军兵攻击毁坏阿文人的地，围攻拉巴城。大卫留伫耶路撒冷，约押攻占拉巴，甲城彻底破坏。大卫摕到米利公头壳顶的王冠，是用大约35公斤的银做的，阁有镶宝石。人将这顶王冠戴伫大卫的头壳。大卫对城内储真济财物，阁甲城内的人民领出来，互因用锯仔、铁耙仔甲斧头做苦工。大卫拢用即款方法对待阿文遐个城的人。后来，大卫甲所有的军兵倒去耶路撒冷。后来，以色列人伫基色甲非利士人交战，互杀人西比该杀死一个大汉族的后代，伊的名叫做细派。非利士人就屈服，因搁甲非利士人交战。彼时，埃尼的囝伊利哈丹杀死加特人哥利亚的兄弟拉哈比。这人的枪柄亲像织布机的车身遐粗。因搁伫加特交战，伫遐有一个大汉人，手甲骹拢有6支，指头仔共24支，伊嘛是大汉族的后代。这人对以色列的军队唱声的时，大卫的兄哥是米亚的囝约拿单甲伊杀死。这人拢是加特大汉族的后代，拢互大卫甲伊的军兵杀死。介绍介绍，大卫王朝的胜利，拄亲像热火炉顶底饲熟。大卫对微不足道的一个饲养牧者，到登记诚侪正所皆知的一国君王，过程中展现伊对上帝的信心和超越的领导力。一方面，大卫相信上帝的带领；另外一方面，伊伫开疆辟土顶面也做好万全的准备。大卫尊重甲阿文王拉哈的同盟关系，伫拉哈死了后，也对伊的囝哈伦表达友好。总是以色列王国的胜利，互阿文人心生恐惧、担忧，甲大卫的善意当作恶意，羞辱伊派去调研的使者。阿文人选择交恶出兵，大卫派军迎战，搁出力胜利。对大卫的任命调度，也通看见伊知人信任，精于运筹帷幄。历代志上卷20章第1节记载，过年春天，列王出战的时，约押带军兵攻击毁坏阿文人的地，围攻拉巴城。大卫留踮耶路撒冷。若对照撒母耳记下卷11章，通看见大卫是踮这段期间对乌利亚的某拔示巴图谋不轨。当以色列军队在外征战，营营伫王宫的大卫却在犯罪，毋但侵犯别人的某，阁留无辜者的血。总是伫大卫犯下10届治罪的上时，上帝透过先知拿单的责备，互大卫治罪忏悔，写诗篇51篇，作为向上帝认罪的忏悔诗。有一个兄弟少年的时信主，伫事业
拄呾起步诶时，伊专心倚靠主，毋但认真工作，也伫教会热心侍奉。伫感情婚姻诶顶面，伊也得上主祝福，建立幸福诶家庭。慢慢啊，伊诶事业版图哪来哪大，趁着袂少钱，社会地位也对底提升。伫教会也因为热心投入，受选做团契会长，即次最后受选做众人尊敬诶长老。总是伊伫做长老了后，却摇身变款，掠家己做教会诶守门员，对原本谦卑服侍，转变掠家己诶想法，干涉教会诶预算和决算，这个便反对牧师所提诶意向甲事工，因为伊无用伫事业，后来就真少到教会。毋过伊对无参与到诶会议，却经常提出反案，致到教会事工进行真困难。有当讲事下劝勉，伊也毋听，犹原坚持家己诶意见，家己想要安怎就安怎，认为家己只不过是伫行使上帝予伊诶权柄若定。教会伫混乱诶状况下，致使有袂少诶兄弟姊妹就离开，教会发展甲教势也日渐行落行。后来伊诶事业出状况，家庭和健康也对底出状况。了后，牧师去关心伊，伊认罪悔改，毋领恢复家庭诶关系，也重新和教会建立好诶关系。对大笔和顶面所讲诶个通看见，上主互人顺利和行通，是为着成就伊美善诶旨意，毋是要互人骄傲自大，致到袂记得上主落入罪恶诶内面。愿咱会生命戒骄戒躁，一生遵行上主诶旨意。默想。我有伫成功诶事顶面归荣耀互上帝无？我有伫成功诶事顶面归荣耀互上帝无？咱做伙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求你为我做一粒纯洁诶心，求你赐予我信靠忠诚诶心，顺境诶时戒骄戒躁，逆境诶时犹原仰望你。奉主耶稣诶圣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